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11台2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拜日暗时，台电兴达电厂的天然气机组发生爆炸，引起民众惊吓。那附近社区活动中心的天棚落下来，离办公室的病道嘛出现破损。不知为了也让民众烦恼讲这天然气的安全性。台电董事长詹文生是出面回释的，讲因已经找到天然气泄漏的所在，嘛答应讲附近社区受损的部分，因拢会来负责。新的归类点就是这边。李长基就跳顶悬长长的必顺讲，这拢是将电厂爆炸了后才出现的，包括壁道顶悬嘛有一大抓，就连社区活动中心的天棚嘛准甲落落来。李长讲，盐埕里离电厂只有800公尺，爆炸时阵规间厝拢对咧海，互大家惊甲规暝拢唔敢困。永安区里面是我们这边是最近的，靠得最近的，所以说爆炸的瞬间，我们里民就会产生有一种恐慌感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瞬间爆炸瞬间爆炸的话，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警告。台电7日下晡召开记者会，董事长詹文新亲身来甲电方回释的。詹文新讲，电方的损失，台电会负责到底。早起已经找到漏气爆炸的所在，就是2号机天然气管线的零件。泄漏的原因，搁要等厂商甲专家调查。而针对外界风声讲，下晡3、4点都漏气，詹文新是再次来背回，伊讲无漏阿莫尼亚，一切拢照标准流程处理。有警报就开始关机，2分钟之内开始关机，然后开始撤离。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模式，不太可能说在3个钟头前有外泄，他还继续操作了3个小时。我想说这一点，我要再一次做说明。现在电厂新的1号、2号机组拢停工接受调查，市府强调安全检查若无过关，都被打紧台电开机运作。台电表示会配合市府，一切以安全为主。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永昌报道。兴达电厂的燃气机组起营运所发生事故，虽然无去影响到电的问题，也毋过1982年开始使用的兴达电厂，这几年才发生事故。2021年5月停电2届，然后2022年3月初3，佮因为人为的疏失，造成全台湾500万户失电。活动中心的天棚出现一坑足大坑，轻管架含几啊块房仔落落来，随着车到兴达电厂事故的影响，离电厂无够1公里的盐田里，这厝拢受损，你办公室的壁含涂骹拢逼去，会当看到几啊条壁痕。当时开价时阵，头要到300万，要到300万就这个有你这过类安尼无，这来讲若要个重新再重新整理的话，可能有一部分必须要打掉。搭唔惊就上忝。迄心肝迄心肝骨拢一直长，迄有够大声，我真个我毋捌拄着迄啦。伫电厂4颗地啊，6个底的民众是感受亲像地动同款的这种震撼。高雄市长陈其迈爱台电负起赔偿责任，嘛要求检讨政策预警和通报机制。在未来这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台电应该第一时间要做说明。那就公安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严格的要求，如果没有任何安全保证，我们不会准它再试运转。兴达电厂是1982年的时阵启用，本地是燃煤电厂。1998年的时阵，增设5台燃气2轮发电机组，以天然气来发电。但是燃煤1号、2号机已经除役，转作紧急备用。目前电厂正在做更新改建，要设3台燃气复循环机组，持续来打全台湾发电的重任。所以，心计部指出讲，燃气机组进度落后，含持续采购煤炭有家己烧起来的风险。事故造成国人同胞的不便。我要表达歉意，特别是停电时间比较长的南部县市的乡亲。2022年3月初3，因为人为疏失，造成全台湾549万户大停电。高雄市长陈其迈当月批评台电是犯价级的错误。前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到南视察会试的。在过头前的1年，2021年是小连续发生513、517两个事故，分别影响400多万户和超过60万户的用电。跟大家说抱歉，我们台电会再一次好好的管好我们的。会将兴达电厂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工作再继续精进。董事长亲上火线来回答的，但是解决事故的原因以外，安怎让民众搁一摆对因信任、稳定全台供电网络，是台电爱检讨的上大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先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各地即侪云甲好天，过道天气变化会较大，西半部也有山区会落雷公雨，咱来看云图。
受到天气的影响哦，今仔日各地水气是会较高，过昼了后可能会落雨，像金门、马祖嘛会落阵雨，过昼西半部也阁有其他的山区嘛会落雷公雨。另外，今仔日天气也是真烧热，各地拢有32至35度左右，其中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有可能是会降到36度以上哦。气象署嘛针对7个县市来发布高温资讯，日头是真严，民众都要加注意。但若是风台7月扫过台湾，有2800栋的供电棒歹去，定伫咧农地顶悬。有业者就讲，因为回收厂商甲这计数贴悬，则无法度顺利来处理回收。也毋过，咱的环境部是表示，这计数是市场机制，政府无法度出手。这太阳能板这月时去互东那市风台吹甲歹去，布伫咧地风池。即届风灾加基台南真侪太阳能板严重歹去，拢总定13万地2800栋的太阳能板，即马也定伫咧台糖和国防部的农地顶面。13.5万片的废弃太阳能板，它要用高质化处理，完全清除完，就需要155天。那155天。坦白来讲，就是将近5个月的状况，所以在5个月才能处理完这么多太阳能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这个废弃物的成本高到厂商他不想负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频繁的发生废弃的事情和弃置的事情。款团受到太阳能板业者的定情，讲会先放伫农地无度送去回收，是因为即届真侪回收的厂商趁风台大起价。若照政府太阳能板回收基金的制度，太阳能板业者若准1000瓦，爱收1000块的处理费。毋过回收业者的行情是1000瓦1953块，即马回收价收悬，地主厂商毋知要安怎处理，但是环境部是回应讲，回收的处理费用要由业者和回收的厂商去协调，政府袂当直接插手。不要跟能源署从那个基金里面把基金拿来去做一个所谓的补贴或什么东西这个是按照他当时征收这个基金它的一些规范跟我环境部没关系，我环境部就只会认为就是说这个责任就是谁，这个责任就是业者，你必须要负担这个责任。另外，环境部嘛表示，目前回收基金的制度是照太阳能板20档的寿命来做规划，等于是20档了后，才会把钱还给太阳能板的业者。不过，款团提起，像即摆风台加5档就歹去啊，因要求政府要量早做规划。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带观众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自由时报。财政部发布作业规范，未来网签只要符合条件，包括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也是有请人处理销售的代志等等，都要来办理税籍登记扣营业税。到明年6月底进程拢要是辅导期。再来咱来看联合报。有动犬虐车，还有甲人家含攻击野生动物的代志是直直的发生哦。农业部是打算要请林保署来盘点土地，加设置受用空间。也毋过动保团体就批评讲，安尼做可能会破坏林地。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民众党前主席郭文泰昨早起去祭拜伊的老爸77岁，伊和台北市机关营晓委伫咧交报了后，北检有以5段理由要来提起控告。台北地方法院打算今仔日会甲冠证送往高等法院来听候裁定。南北党团旧年推动再违法修法，也毋过在政部最近有公布试算了后的分配款金额，几内县市本地的钱水平用过更较少，引起地方的反抗。昨15位南北县市的首长就开记者会，要甲中央来讨钱。台中市长卢秀燕领军15个南北县市首长是摆一摆，做伙伫台北市对新版的财委法和补助款的争议，甲中央政府来发话。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放下屠刀，放下大砍地方政府补助款和分配款的屠刀。中央不应该要集权集钱，借着补助，然后背个各县市政府的施政，这是不道德的。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也没有办法精准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今天我们站出来，就是要地方包围中央，就是要争取地方自治的主体性，不要处处受制于中央，看中央的脸色。
台北市长周万安火力全开大骂中央，15个人是以联合声明提出3大诉求，包括合理分配统筹分配款、一般性补助款，和一般性补助款回归公式的折算，和保障已经核定的补助款。另外，行政院讲，若要推动修法的新版财委法有公式的错误，代表同市长周善政内的副市长无法度认同。算来算去，我认为这个公式没问题的，他只是他硬要说他有问题，找麻烦，不想给你钱，就是要扣下来。不容否认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公式的设计上面，分母的确有一点瑕疵，所谓的分母的误差。另外，行政院提出修法到立法院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讲，公式的分母应该透过修法来调整。民进党籍的屏东县长周春美嘛建议财委法应该第2摆修法，让大家县市拢有公平的对待。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立法院听到各个县市的声音后，大家能够更严肃的来面对财划法的修正。地方的首长们先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态度，他们先行讨论过也好。那本周内我会分时间邀请他们来就解决问题的最终的方式该怎么来处理。行政院长杜英泰承诺，这礼拜内会邀请地方政府做伙来参详解方。财政部是指出讲，新版的财委法分配公式有分母计算的问题，财产税数位无清楚，含乡镇分配欠位的3个问题。后边2项已经参考地方政府的意见做计算分配，但是分母是现行法律明文规定，同款嘛是要透过修法的定数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际新闻哦，古巴全国电网伫咧讲过，初10早起9点外向上岛，电数全岛1000万人口停电，交通号志失去点啊关门，日常生活嘛受到冲击。这是无到1年来全国停电第4纪录。当局表示，那像和一座足旧的火力发电厂故障有关系，目前已经是豆豆咧恢复供电啊。伫哈瓦那的大路边，有真侪人伫咧大日头下排队买单咧买芳，青红顶卖到真侪店的铁门拢有来，冰箱内面拢空空，有一寡人坐伫咧路边纳凉，因为厝内实在有够热。古巴国发生全国性大停电，全岛1000万人无电通用。Si no somos informados, no puedo darte una explicación. ¿Qué está haciendo aquí? Ah, no, vengo a buscar mi pan, que me toca. ¿Entiendes? Y entonces al no ver luz viene temprano porque posiblemente por la afectación muchas cosas van a ir en declive. 古巴的能源部讲，哈瓦那有一寡所在已经开始有电，首都的电网即马开始胖啊。这边大停电是古巴今年第2遍的全国性电网崩坏，也是无到1年来第4遍。当地电网设备正旧，阁无钱通修理，进口燃料阁受限制，供电系统才会挡袂牢。民众对政府愈来愈无满意。Existen los procedimientos en cada uno de los territorios para minimizar los impactos y sobre todo para mantener informada a la población con la confianza de que lo más temprano que se pueda ya nosotros iremos restableciendo paulatinamente para entonces ya poder pasar esta experiencia negativa que además también como siempre se profundiza en las causas para evitar que se vuelva a repetir. 路边的咖啡店无电通营业，因过银行是排队排甲落长，大家暗时点蜡烛做电火，秘书暗顿就烧茶烧炭。Se cocina con carbón, se cocina con leña, se espera, se van jugando con los horarios. Es complejo y es estresante. Y es frustrante también. 古巴的电网区本来就定定停电，而且还有美国的制裁，燃料正欠，维修的资金阁无够。路透社报道，这边大停电，阁互人看到古巴经济侵占困境，民众的不满愈来愈悬，政府即马拄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司新闻郑伟林、张建光编辑。尼泊尔进前封锁社群媒体，所引起少年人不满示威抗议哦。政府用武力来镇压，造成上无有2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这抗议嘛愈来愈激烈。总理和总统拢宣布请示，不过民众却也唔接受，佮冲入去总理的官舍放火，请总理夫人去防休息。示威民众伫二平里政府大楼头前举旗仔底音乐一直跳舞。南亚国家二平里进行封锁社群媒体，因为自细汉就接触网络甲数位科技的这代人出示威。不过政府却是动用武力镇压，向群众开枪，造成上百人死伤。当局的武力镇压并无互民众平息落来，反倒增加亲民众对政府长期贪污的不满，互示威活动愈来愈严重。
尽管总理奥利甲总统鲍德尔伫初稿解读社群媒体禁令，并且宣布请辞表示负责，不过抗议民众依然是感觉无够。हाम्रो इन्टरनेसनल साथीहरू तर राजीनामा दिएर पुगेन यहाँ भोलि उनीहरूले यस्तो गठबन्धन बनाउँछ एमाले काङ्ग्रेस इत्यादि जतिसुकै यो राष्ट्रिय पार्टीहरू होस् यो पार्टीहरू उनीहरूले बनाउने राउन्ड टेबल हो तर यसलाई ब्रेक गर्ने हामीले टेबल ब्रेक गर्ने हो हामीले विल ब्रेक गर्ने हो。激进的抗议民众除了走入去政府大楼办会以外，也走入去前总理卡纳尔官舍来办会。警卫赶紧把卡纳尔救出来，不过伊的家后齐特拉卡尔却是掉伫火场内底，最后送医不治死亡。另外也对部分政府的建筑甲官员大所在办会，并且拍官员。因来示威一直侵权的暴力行为，也互联合国官员呼吁爱用和平对话来解决纷争，并且对抗议民众的死亡展开调查。I'm appalled by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in Nepal that has resulted in multiple deaths. Dialogue is the best and only way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the Nepalese people. I call for an urgent, thorough, transparent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into such acts. 这场示威也影响航空交通，抗议民众办会所产生的烟雾影响高空的能见度。印度航空甲尼偏利航空拢取消飞往尼偏利首都加迪万多的航班。即阵尼偏利军方除了伫初稿用直升机护送政府一寡部长到安全的所在以外，也宣布对加迪万多的主要所在实施无限期宵禁，要求民众对当地初稿早起8点外开始，必须爱踮伫厝内底。士兵就伫街路检查车辆甲人员，全已经抓到21个涉嫌抢劫的嫌犯。国际新闻陈思东编译。虽然咱看到俄战争敢是有拓开的趋势咧，波兰吹集证实罗西亚搁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攻击的时阵，罗西亚军队的无人机要飞入去波兰的领空，波兰和北约的战机随飞去咧顶面，也甲罗西亚的无人机击落来。这嘛是俄乌战争发生3年外，波兰头一届对罗西亚的武器系统发动防卫性攻击。罗西亚军队的行为也互欧洲当作是严重的抢声行为。罗西亚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的事件了后，波兰总理杜苏克随赶去现场，嘛甲北约秘书长立即联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初集证实，有甲罗西亚的无人机拍落来，讲初集罗西亚攻击乌克兰的时阵，波兰领空几啊届去互无人机入侵，波兰甲北约民国战机紧急升空，甲无人机拍落来。地面防空甲雷达侦测系统进入最高戒备的状态。波兰甲乌克兰交界3个地区的民众，互要求爱踮伫厝内，包括华沙的消防机场在内，等等4个波兰机场都要关起来。波兰机抓嘛爱闪开华沙的领空。波兰军方强调讲，这是入侵的行为，严重威胁到波兰人民的安全。这嘛是从2022年2月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开战以来，波兰头一届伫咧因的领空甲罗西亚军方交战。专家认为讲，罗西亚无人机车入侵波兰的领空，绝对毋是意外，主要就是要测试北约的反应能力。同时嘛，代表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已经走向新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初稿表示，美国希望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甲加沙的冲突拢会当赶紧解决，所以最近会搁一届甲罗西亚总统普丁来通电话。So Putin's got to have the call will happen this week. I think so. I think this week or early next week. 虽然川普甲普丁已经伫咧美国阿拉斯加举行过峰会，不过这对结束罗西亚乌克兰战争，毋但无实质的帮助。罗西亚军方了后，甚至加强对乌克兰的攻击。顶礼拜对基辅首都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了后，乌克兰用无人机甲罗西亚国内3条重要运输的油管崩掉。克里米亚半岛2座罗西亚军方的雷达嘛受到攻击。罗西亚军方初稿用炸弹空袭乌克兰东部顿内刺克前线的针仔头，迄当阵有真侪人当伫咧领导人顶贴，至少有24个人去互崩死，19个人受伤。因为中国甲印度持续咧买罗西亚的原油，这是大大帮助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经济运作。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后面会当甲中国甲印度扣100%的关税，希望透过这个方式甲普丁施压，好好来讨论乌克兰的问题。而且讲，若是后面答应，美国嘛愿意扣类似的关税。国际新闻金冠庆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右派的行动总记者和评论员克，可是总统川普的重要朋友。今仔日伫咧犹他州一间大学参加活动的时阵，去互开枪当场过身。目前这个嫌犯是下落不明。犹他州长认为讲这是政治暗杀。
再来咱看，印尼官员今仔日表示，关公圣地马里岛最近上大雨做大水，造成上无够的人死亡，600人受到影响。首府丁巴什丹区灾情上较严重，真侪饭店无水嘛无电，一海陆空的交通也大乱。墨西哥表示，要甲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汽车关税调悬到50%。墨西哥政府讲，这届对进口关税的全面改革会当保护就业，包括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等等一寡产业的关税拢无啥共，打算会影响520亿美金的进口业。中国不时来乱亲蒙大雨，今年6月甚至是派战机挖伫咧咱的医疗专机。咱的陆委会就批评中国影响人道救援，对人命无要无紧。有专家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中国作乱的新出头。中国扰乱台湾的力头搁加悬，毋但威胁本岛，那像嘛上准离岛的医疗专机。咱国安捷航空的医疗专机负责金门后送的医疗服务。6月为台东要飞去金门的时阵，传出去互中国军方的歼风7甲歼10的战机以近距离的方式逼真晚。针对这点，安捷航空回应讲，双方有保持一段距离。咱陆委会是表达强烈的谴责，批评中国连咱国医疗的专机都唔放咱煞，无把人命当作一回事。灰色地带骚扰也好，或军事的骚扰也好，这些行为国际应该重视并给予谴责跟制裁，保护金门的要就医的民众能够顺利的到台湾，那进行他们医疗上面应有的权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要务。陆委会要求中国停止影响人道救援。调查立委认为讲，第一要紧爱确保金门的民众因就医的权利。因为金门伫咧台湾海峡的西边，对咱国执法较不利。有国防官员研判，无排除中国采取新的形态铺设地带的侵扰，对台湾国安形成重大挑战。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反应，可能下一次他就软土深掘，然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那我觉得未来应该采取这个更严密的监控，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医疗专机准备要飞行，其实就要研判中共可能采取一些骚扰的行动。学者分析，中国有可能想要引发重大的事件来测试空军、甲金门部队反应的时间，嘛要观察台湾舆论的变化。有前会官认为讲，都要注意这类的案件，敢是会为个案走向常态化。因为我们现在在雷达上面的轨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也可以知道两架飞机的距离，甚至高度差。那这些资料，甚至如果有录影的部分，也可以很明显的判别它是刻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李英玲建议，若拄到中国军机，会当甲过程翕起来，加做证据。学者讲，透过雷达的轨迹、影像的画面，向国际民航组织寻求协助，公开中国扰乱台湾恶质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昨伫咧面册讲到三车山事件。1945年9月初10，一架美军的轰炸机有载明1月战术设伫咧台东的三车山，飞行机顶25人是全部过往。然后由日本宪兵、警察，也有阿美族和布农族等26人组成的搜救队伍，嘛不幸殉职。赖总统表示，今年6月底，咱有组成小队去安宁，国军直升机嘛飞去甲机枪等等的物件载落山，要互众人来了解这段历史，嘛提醒国人爱用团结来拒绝威权的决心野心。二战结束了后，1945年9月初10，一架美国军方轰炸机载轰放出来的缅军战俘，毋过煞拄着风台，下落台东的三车山区，飞行机顶25个人全部罹难。出动时由日本宪兵、警察、阿美族、本论、甲卑南族等等26个人组搜救队冒险入去山区救人，毋过因为透风落雨，嘛不幸殉职罹难。这段悲伤的历史记忆，红号做是三车山事件。毋过，煞真少人知影。真侪年了后，中间研究员是添互做电影调查，把这个事件公开，互搁较侪人知影。有本论的老大人讲到伊的亲人看到美国飞行机失事的情形。有爆炸的声音，结果他们就走到那个飞机那边看到尸体了，飞机都散掉了。后来有民众去爬三车山，还阁看到飞行机的残骸，亲像灯啊、眼镜、甲滚水管等等的物件。这个是以前军人的酒壶跟那个水壶。总统赖清德初10伫人面册铺文讲到这个事件，伊讲为着要追溯这段无应该消失的历史，安慰这个反抗侵略、救援性命的英灵，
政府6月底组任务小组去山区做安定的仪式。愿这座山不再沉默，愿你们的故事不再漂流，愿和平的声音从这里开始，你们的任务解除。今年9月7日，6项的 CH-47直升机飞去山区，甲飞龙机顶的4支机枪载落山，而且甲保存起来。陆川特强调讲，这段人道救援的故事，提醒民众爱用团结，拒绝违抗的野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地方的新闻哦，南投有民众半暝啊，驶脚踏车在路面，唔配合警察临检，甚至佮用土豆要弄警察。加在警察卡枪尾掠，爬起哩甲锁匙背落来，甲人掠去上班。发现一审的事是甲判刑1年。透早的车路顶，脚踏车行甲弄弄叫，警方赶来关心。脚踏车唔无动点，佮脚踏牙悬向警车驶进去，车顶的警员赶紧退后，另外一个警员即时也抢走去，驾驶座的查甫人嘛是无爱配合。落车！叫老车跳下来呀！落车！落车！落车！驾驶甚至想要用脚踏攻击，警员上准机会爬去驾驶座背掉锁匙，佮出手压制查甫人。我放我的钥匙！啊，小心！你敢夸我哎？钥匙给我！老钱！啊！你要臭警察！啊！快点打我！驶脚踏车的4人的查甫人最后警方逮捕。第三，警方日前透早接到民众报案，讲有一辆脚踏车伫车路走。警方来现场发现，驶脚踏车是管区内一个4人的惯窃。伊讲脚踏车是伊家己的，伊要驶转去厝里的种地。结果警方找到相关的工程行业者，业者讲脚踏车确实是用偷摕去的。倒伫清水甲刮开啦，刮开就先暂时放伫遐啦，放伫遐就无真正经的人就甲你牵走去安尼啦。全案依窃盗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甲4人的查甫人移送法办，南投地院审理了，依照窃盗罪、甲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妨碍公务罪，一审判4人的查甫人有期徒刑1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在路面大家都要注意哦，大台货车在载货在路面走，法规其实拢有规定，悬度袂当甲贴甲上悬。毋过，像这款的违规行为，伫咧新北市今年已经25件了。像讲，昨中昼伫咧三峡的三树路巷仔内，有货车去交着电线，驾驶爬起咧，甲这电线背掉，煞无细力摔落来。警方发现讲，伊这物件贴甲上悬，先改罚18000块。台电的工程人员甲涂骹的电线拗起来，紧急到场抢修，就伫几分钟前。货车驶入巷仔，雄雄半路停落来，查某人落车去看，发现讲车顶的货物和电线去搞掉，趁大车经过，麻烦驾驶停落来，爬去对方的车顶，提棍仔要甲物件提落来，所以意外对车顶摔落来。他爬上去用木棍把那个电线把它推开整个箱子就导正。他重心不稳就掉下去了，就头部有受伤，有流血。我要撬迄条电线，因为高条的嘛，我要甲撬去，撬掉伊都掀过，我人叫碰到啦，我才破落来。受伤的细路的驾驶头去弄到涂骹，但是救护车到场了后，伊表明无愿意看医生。代志是发生在新北市的三峡车站中昼12点外，警方介入查出货车驾驶明显违反载货规定。耐性大货车司机驾驶承载货物超过4公尺。导致勾到光纤电缆线，违者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第1项第1款规定，处汽车所有人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台湾县货车载货上路照法规，对涂骹算起是袂当超过4公尺，但是违规的状况是定定看到。顶个月伫新德关有货车货物去钓到边高道的缆线，驾驶想要用手去排除，所以去电到吊伤。如果是真的你勾到了，就不要再开，不要自行去排除。其实拿一个，比如说竹子，可能湿湿的，通常那个部分这是不安全的，有感电的危险。不管是搞到电线，还是看到落伫涂骹的电线，台电提示讲，水通部才是好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核电厂的安全，大家是拢真要义。像讲伫咧屏东恒春的核三厂伫停放了后，做头一届的核安演习。
将演习负责，那准是发生，居民实际上爱安怎来防护甲应变哦？有安徽是强调讲，就像讲这核电厂的反应炉，那准无咧芳的时阵，原来是有风险，所以来提早来做准备，做好咱平常时的防灾训练。直升机降落，核安演习人员斗3工，把运送的物资做伙搬落来。演练恒春地区遭受核灾事故了后应变。今年核安第31号演习伫恒春半岛举办3工。核安会表示，虽然目前核酸反应炉无芳，但是厂内放核废料嘛是有风险。伫核酸厂除役过渡阶段，头摆甲燃料池事件加入来演练。有时啊惊，如果有万一，忘记知影人安怎走，即个较逼真啊。安怎讲？即个较无好来。发放的等于受地震的影响。9点半一到，听到演习警报，镇上村民按照分配工课，有的搭核能事故大纸，有的到新庄居民厝内安排交通车先互因离开。另外，大公国小嘛甲小朋友进行核安事故的教育讲解，互因面对核安状况的时阵免惊慌。这一次就是以实兵的方式，然后纳入真实的情境，然后还有一些民众关切的议题，然后我们都纳入这一次的演练。一直长期以来在核安演习这一块，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中央与地方共同协力合作，来办好整个的演练的工作。初十是演习第2天，重点放伫民众预防行动演练，检视屏东县政府甲各单位的应变、协调甲执行能力。11第3天，阁会出动核生化车和无人机进行辐射监测，做陆海空全方位环境辐射演练。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最近伫咧网络顶查甲真热的，就是双北家人办高中的模拟考作文引起争议。这个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妈妈是代理孕母，因为代理孕母目前伫咧台湾无合法，反对的家长就批评这个甲囡仔牵对错误的观念去。也因为这个题目是翰林出版社做的，初十下晡因为伫咧面前的答文由董事长签名公开回释的，因强调题目无斟酌审过这个部分，因会来检讨。协助学生练习准备学测，八百基公立高中最近联合举行模拟考，委托翰林出版社出题。考试结束了后，有真侪位学生伫社公平台表达不满，写作测验第2题，我的阿母是代理孕母。这个题目真奇怪，是安怎被记做家己阿母是代理孕母？让学生用一种妈妈的子宫拿来出租的这种概念，想要置入，这完全是误导，更是对女性的一种剥削跟物化。郭高明批评代理孕母目前伫台湾无合法，这个题目恐惊互人误会，而且有剥削女性的嫌疑。学生团体 8Youth 认为考题的设计应该尊重家庭的多元，唔通上过头引导来影响到学生的发挥。从题干的叙述也可以看出，它强化了大众对于母职的刻板印象，偏离了作文原本应该要培养学生自由表达跟多元思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拜女的国文老师蔡英强肯定出题的老师看到现主时的社会议题，不过学生哪会当更较简单进入共理的情景，把题目调整一下会较周至。假如他的母亲是代理孕母，而且是第一人称，那对于某一些就是经验比较疏离的学生来说，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痛苦的题目。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高中生，我觉得适合让他想象，他如果是一个委员，他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不过台北市有一间中学，其实第一时间就把题目改做代理孕母制度，可能牵连到女性身体商品化，甚至牵涉到伦理甲侵权的争议。问学生的看法，甲敢会赞成合法？有老师也直接讲，学校评估出版社的题目无妥当，用专家马上应变，会当减少争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传统艺术要传承，得爱有生活水哦。台北市立的育成高中顶礼拜有学生连续3天伫咧校内练习蹦地戏，出去因上百的学生围过来看。后来伫第3天表演的时阵，雄雄互老师阻止。校方讲学生伫遮搬蹦地戏，因表示肯定甲鼓励。也毋过过程中间是因为有同学要甲赏现金，安尼就较无妥当。这个高中的囡仔兄其实自细汉就对传统艺术真有兴趣，毋但会晓搬蹦地戏，嘛会晓做红仔衫甲帽仔。讲我做佛理角啦，万佛角就是讲佛理啊，伊是一个角，就是讲人佛教的图案就对。吼，啊，即个呢，这算徛哪徛花梨纹，
这拢是急上的。听学生详细解说车手的演技不只专业，而且在布袋戏红纱帽啊和车手拢是伊的作品。伊是台北市育成高中的学生王新武。富贵有天气之母，万事风下不消除。9月初3至初5的时，在校内练习布袋戏有上百个学生围观，嘛伫咧网络造成轰动。学生讲，伊从细汉就对传统艺术真有兴趣，家己学搬布袋戏，然后高中的时去找师傅学到大。伊讲嘛无想到，即届伫咧学校搬戏会遮尔受到欢迎。去的时阵，我一寡拢会晓做啊，但是做袂有力，做袂水。算去遐算讲，知影讲，即个戏出要安怎做才会好看，有迄个开口啊。物件要安怎做才会点阵啊？虽然伫咧表演第3天的时，雄雄去互老师阻止，校方解释讲是因为有学生要打赏，牵涉到金钱较无妥当。但是针对学生伫咧校内搬布袋戏互同学看，校长和主任拢表示支持，嘛肯定学生深发兴趣，自主学习，真欢喜伫咧校内有一款国宝。有校庆，有甲日本人的交流，学生的交流，那安尼阮拢会透过这种交流，来和学生来表演，来咱台湾的一种民俗文化。学生王新武表示，经过一摆的代志，会当和同学接触和欣赏布袋戏，伊感觉是真难得的机会。为着要鼓励学生接触传统艺术，药商高中表示，未来按算会举办一寡文化活动，嘛结合本土语言课、表演艺术课，来和学生愈了解台湾的传统艺术。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较早清朝时代，有一条对中华鹿港经过草屯到埔里的木叶路线，就号做鹿港大埔社。较早的打工会带挂包来做点心，即马草屯北投社区也结合历史，推出米挂包的体验，推销在地的特色农产。南投草屯北投社区的志工妈妈教人做米挂包，挂包的皮用的是在地米。鹿港大埔社是清代一条对鹿港经过草屯北投到埔里社的无叶路线，迄时阵的打工拢会穿挂包做点心。社区嘛结合历史文化甲地方农产，推出米挂包这项美食。不一样，它有很特别，有加米饭，我觉得是第一次看到。斩米来做，拢完全我拢用迄手来烂足 Q 的啦。草屯北投社区除了推广米挂包，也互来体验的人伫鸡粒仔洗砖头，那听导览解说，那行伫社区，伫草屯北投埔大埔社进行文化巡礼。原来北投埔是洗做安尼，有一个旧城市，搁有一个老街。鹿港大埔社。拍米就700啦吼，就是讲做一个打工吼，就是爱打50-60公斤的物件，会为鹿港打海产去埔里，到埔里打海产来鹿港安尼。草屯北投社区强调结合过去的无叶路线，也结合过去的食食，未来嘛规划推出大埔社打工的体验活动，做社区小旅行的内容，传承甲推广大埔社的历史文化甲特色。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随着关税、通膨和防灾的影响，照顾一部分的创世基金会大东安永院发现，今年捐钱的逐个月拢是咧减少，专案捐款嘛比去年减少近2成，也影响到照顾食物人的品质。台东县立美术馆办艺术家张氏典礼钻画动画展览，展场内面有各种声光刺激的艺术。随着收容弱势家庭食物人的创世基金会台东安养院，希望让食物人接受更加侪声光的刺激，量产恢复低价。伫展场内面加上陪因看展览，一个一直伫咧因的耳孔边讲话，将明显感受到这个长期倒伫咧面床的患者有淡薄反应，好加上正大的希望。眼睛会睁大，然后情绪头会抖动，有一点情绪在。带出来的话，我们的字迹会比较多元，然后又比较生活化，然后展览的话又会比较特别又针对性，所以会对他们的脑部的那个整合是好的。总是台东安养院讲，这是第一遍带食物人出院看展览，不过经费有限，只敢让带6位食物人来看展览。虽然对因的恢复有帮助，不过可能无法度继续办，因为今年外界对因的捐款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少。到今年8月，专案捐款比去年同期减1成到2成。特别是这1-2年受到风灾，一个美国提关关税影响，
企业甲小农的关注拢求水。在我们的发票的纸本收入上，其实有少很多，跟小农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公益的合作啊，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风灾的部分，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义卖的收入等等。而即嘛，总是台东安养期免费使用50柜6岁家庭食物人，每个月安养的生活消耗用品差不多就需要350万，而且物价一年比一年起价，希望各界会当捐款，维持6岁家庭食物人照顾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刚过是国际湿地月，卫福部推估目前全台湾大约是有38万的湿地症患者，其中少年型湿地的人数差不多是1万人。为着要照顾少年型的湿地族群，所以卫福部打算要伫2026年扩大长照3.0，甲长照服务范围降低到50岁以下。现代人上班压力大，下班就来一盘煮鸡腿，啉一杯珍珠奶茶，消脱压力。不过这得要注意啊，这款食食的习惯唔若高大考，引起糖尿病，佮会提悬失智的风险。根据研究，大考得到失智的几率比一般人加出来1.7倍，糖尿病病人出现失智的风险也加出2倍半。三高啦，然后还有我们的运动啊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生活的形态，其实是我们失智症的预防跟延缓的一个关键。这几当台湾失智症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根据卫福部的推估，目前全台大约有1万个少年型失智患者。为着要服务这群人，政府也计划在2026年扩大长照3.0的服务，甲长照服务范围降低到50岁以下。长照3.0要上路了，我们也开放了就是全年龄的部分，年轻型失智者，他可能就是正值中壮年的一个情况，对社会家庭的影响也很大。如果我们可以早期的诊断跟治疗的话，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照护。14、5当前，我会出去买物件，会放弃路，唔知影通倒来。阮先生感觉这个代志唔是足平常的代志。爱赶紧去医生看。今年77岁苏阿姨60岁左右发现家己得到失智症，伊讲当初家在有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加上有红晒陪伴伫伊的身躯边，带伊出外行行咧，佮鼓励伊去参加活动、交朋友，才成功甲病情控制落来。伊也以家己的力鼓励失智患者爱勇敢行出来接受治疗。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天狗节的疫情目前是拢集中伫咧高雄，台南也无本土病例，也毋过市府来加强稽查，已经有开这个16000多张的罚单，有大声拢是徛假，也有高中上课是结合防疫，互学生来饲3班这款的淡水鱼，利用鱼仔食水饲的特性来防治天狗节。互我课程老师那甲学生小解台湾完成整淡水鱼3班，佮那互学生甲鱼仔放落去生态池。台南沙仑国际高中下校甲天狗嘅防治参环境教育结合，利用3班食水处的特性，引入生态防治法，取代化学药剂，唔那环保嘛无害。头摆互学生透过实际行动体验生态教育。该班斗鱼会自己繁殖就可以一直吃解决。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有可能教室里面有蚊子，就是上课会受到影响，就是可以吃解决，就是比较少蚊子。用这种生态平衡的方法，那我们结合环境教育啊，跟我们学校这个人文永续的这个理念呢，然后做一个有效的公共卫生的一个登革热的防治。这阵当是天狗嘅生态的高峰期，高雄已经累积12例本土病例。台南市天狗嘅防治中心除了加强校园宣导，佮伫各区稽查积水容器。根据统计，到9月初8，已经开出1110张罚单。卫生局指出，上大宗阳性领域是徛假占60%，其中甲高生水处的容器是桶仔盆栽占上侪。我们重点着重在整个幼卵桶指数比较高的地方，来巡查。只要积水0.5公分就可以滋生病媒蚊决绝。所以呢，台南市政府从4月1号开始呢，就有公告本市的公司、立场所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应该都要去清除登革热滋生源。
台南高大依次零本土病例，不过面对边仔高雄有确诊，加上7、8月风灾造成济厝受损，厝内漏积水真高生蠓虫。卫生局嘛出动182个人员，入去协助清理，伊嘛呼吁乡亲做伙配合，若稽查人员发现滋生源，会以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罚3千至15000块。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咱厦门广州世锦赛当中，咱台湾的射箭队有传出好消息咯，咱的环球奖女子团体赛有摕到金牌哦。台湾队的选手包括巴黎奥运国手曲义静，还有德国世大运金牌李彩璇，另外更有一位柯心珠选手，3个人是做伙摕金牌。咱世锦赛的对手是地主队的韩国。因伫咧奥运捌摕过6块金牌，咱台湾的选手嘛是拼家己才晋级哦。然后伫咧决赛当中是6比0战赢日本队，这是台湾队6年了后，搁再摕到女子团体的金牌。115年全国大专运动会又搁立中央大学承办，这回是头一摆去北极因盛会回来，要对全世界回到上悬的马拉松赛道起点来出发。运动部挂牌成立了后，全大运、全中运，也搁有学生联赛、体育班和专任运动教练等等的业务，拢是由运动部的竞技师来负责。真看激动的朋友甲漂泊冰山，中央大学团队7月下旬到北极，点到115年全国大专运动会盛会。对全球纬度上悬的马拉松赛道起点出发，经过全球种子库、斯瓦尼巴教堂、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境外工作站这重要据点。中大最后要伫北极陆地放国旗、教育部的部旗甲校旗。随运动部成立116学年起，全大运、全中运、各中高大专的学生联赛由运动部竞技师来负责，伊拉各项比赛是由专门师负责。因为竞技运动全民化，我们不希望小朋友从小就开始一直走竞技，所以国小的部分我们其实是会由全民署那边去做它的社区运动的一个规划。学生的很多的赛事，我们其实是全年，所以它必须先延续下去。承办全中运 HBL 这4大联赛，高中体重工、运动部竞技师办理比赛，剩下辅导杯赛。名次确定了后，交由教育部进行真持真审，其实甲即阵无差别，无影响。唯一的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种类，就是在推广运动社团、志工，还有一些热舞比赛，这些东西是属于全民署窗口在那边，所以高中体总的所有的，我觉得都没有太大影响。运动部讲已经甲教育部达成共识，举办学生比赛时，会由运动部来处理参赛学生、裁判甲教练的讲解，并且用公文副本予教育部知影，互参与的人甲学校安心，互比赛顺利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一罐能量饮料饮落去，讲会当互精神变好，因为甜甜真侪囡仔真爱啉。但是英国政府就拍算要立法禁止15岁以下囡仔来买，因为调查发现讲，一罐能量饮料咖啡因的浓度是比2杯咖啡还佫较悬，长期落来恐惊会伤害到囡仔的身体，还佫有智能发展。一到时啊，坐伫咧路边食煎鱼、煎马铃薯，佮加一罐色彩正水的能量饮料。这种搭配以后可能甲囡仔无缘，因为英国政府拍算要禁止15岁以下囡仔买能量饮料，因为有一罐的咖啡因浓度超过2杯咖啡，对囡仔有危害。Specifically in children, they have developing brains, they also have smaller bodies than adults, and so they can be more sensitive to these effects. And that can lead to poor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anxiety, difficulty sleeping, as well as causing abnormal heart rhythms. 政府用57篇科学研究讲，能量饮料加头痛、早做、夜间、胃痛拢有关系，甚至互囡仔失眠、忧郁、上课袂专心。虽然大部分的英国超市伫2018年就自动禁止卖予未成年人，不过政府发现13到16岁囡仔有1/3一礼拜至少啉一罐。2020年调查英格兰11到15岁囡仔有4%是逐工啉，也就是逐工有超过10万的囡仔甲能量饮料当作普通时提神的工具，对身体健康伤害正大。8 in 10 parents want to see this ban. Of course, lots of these drinks are not just high caffeine but high sugar. So in terms of childhood obesity,
there's a real challenge. 照英国这卖规定，饮料只要1公升的咖啡因超过150毫克，就要正清楚表示，无建议囡仔啉会建5分里。不过，敢若提醒还阁无够，这项15岁以下禁止啉的命令已经正入12礼拜公众咨询，那正式立法会先伫英格兰地区实施。There's going to be a kickback from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 don't understand the new regulations. Also,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n element of theft because it becomes a naughty item. 禁止卖能量饮料予囡仔，可能是要顾囡仔的健康，不过也可能予少年世代囡仔无欢喜，效果如何也怪看。公司新闻温芳怡编辑。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5度至34度。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再来东部地区25度至33度，关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